阿乱，我从基尾是找到你啊！为着周人的查某，你竟然写休书我？你误会啊！误会？啥物误会？若不是我无扎三尾刀，我就甲你。你遐差不多诶！你害我来这关不得不切的所在，你是要留我第四？我害你！若不是你夜刀甲我对杀，我是早就会走来台湾。啊！图你伫我口杀你真正误会啊！你搬做戏，我的口碑应当是，我会做你鬼势。不离过，我袂做你鬼势。不用鬼势，不用鬼势就是有鬼。哪里你咧？走来台湾才无偌久，竟然和另外一个查甫人成亲，你这是偷家鬼啊！不许糊涂！是你是有车呢？咱都一年啊！你正经要知影是？好，我就讲给你知。其实我写休书是有理由的。什么理由？我这阵袂做你讲。袂言讲，袂言讲就是你对我个讨价。我规身躯拢是大名的，我的心甘投在国姓爷手中。查某人出外走跳，真济代志是恁查某人唔捌的。总有一日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总讲一句，你和阿雄袂做你成亲，嘛无可能成亲，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我讲代志，你就乖乖啊踮在遮，好好等我倒来。好牛角，我不是你好牛角。搁再讲，我绝对会甲阿雄成亲的。除非天落红雨啦，阿乱，咱拢是大名人，早晚我会倒去大名啊。那，你是不是安尼公司？而且无简单呢，演戏演全套的，佮送你迄个阿兄回去，啊，你本来毋是真紧张。迄个人毋是我的阿兄，当然啦，伊是临时演员啦。伊是阿基，阿姨，大兵的阿基，我的情妇。哪有可能是阿姨啊？结是生了真成名啊！是真写的，迄张休书就是伊写的，你嘛穿越过来啊？伊嘛穿越过来。郭姓爷、酒楼、臭红船，拢对会起来。伊一粒看着我，就甲我认出来啊！伊叫我乖乖踮遮等伊，佮叫我好牛角，讲我是伊的女人。伊佮讲，伊佮讲啥？伊佮讲，我甲你是无可能成亲的。敢会记得咱是安怎开始的？头一摆咱拄着，你咧放天顶，伫天顶顶面写反清复明。我阁笑讲，哈，这个人绝对有问题。我安尼写。你甲我呛讲，我写的，你是有意见哦。然后，咱伫动漫展相拄，你夜都要甲我喷，而且佫是真多。我想讲，这摆我是不是真正要报？后来我看到你流出来的血是黑色的，我就相信你真正是为太平来的。你讲你介意上去，我就做10分钟给你。
我是长溪人啊。咱是一家伙啊。为了明朝的这个纸，咱找到遐尔辛苦，也真济功夫。后来作为大王村，也搁你确诊，咱不是拢有所好啊？家父讲，今日是最后一天，敢会用请你，唔通把我的手放开。一开始，我就知影这段感情无共款，因为你是我一直梦到的人。既然你来找我无可能放手的。莫讲是你的情人，就算讲是郭姓爷徛伫我的面头前，伊嘛无得阻止我。我嘛是。